每一首唱第一站甲第二站就好。有主耶稣，有你。
耶稣，因为听基督，因为亲像听我车面我心痛，我来经过耶稣，心就真欢喜。你我就叫世界亲像我到你。我是我的一关兄弟，万里跑百里开的，相会一定下面我咱着恶人来滚我，恶人惊慌，恶人惊慌，恶人也往我滚落。恶人我做稳定听旁，死了了带滚过忙。恶人我做冤枉无边，输好人类大稳定。恶人我做，恶人我做，变更无变大破。阿门，感谢兄弟姊妹，我的上帝接纳。你。心，主耶稣基督，这是我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我用诗歌来敬拜，我用道理来敬拜，我用奉献来敬拜，我每一时刻拢是敬拜你。坐伫这时阵，恳求你赐予阮敬拜的心，诚做敬拜的人。安尼，我会当献上你所欢喜的敬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即马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
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关灵甲喜乐充满伊的所在。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关灵归予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带祭物来到伊的面前，着穿圣洁的礼服来敬拜上主。即马，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4首，我心阿罗至高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即马，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伫即个主日，互阮会当用欢喜快乐的心，三甲聚集伫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福分！即时求主添进阮的心，互阮会当用心灵甲心实来敬拜你。恳求天父上帝降落大大的稳定甲福气，伫阮每一个人身躯中。阮是何等的渺小，却是主，你看顾阮每一个人每一日的需要，嘛知阮肉体的软弱甲欠缺，怜悯阮时常离开你远远，求你赦免，用十字架顶所流落的宝血来洗清。掠看阮的罪恶甲过失，恳求圣灵的光照阮，互阮搁一届甲你相和好，接纳阮，互阮时常会当
结连伫你的葡萄树内。主啊，伫即个混乱的世界，2月24日迄一天，俄国侵略乌克兰。乌克兰的家园因为战争被毁坏，两国的军人甲无辜的百姓嘛因为安尼来丧失性命。这是阮所无愿意看到的。阮将乌克兰撇册放伫基督中，求主保守战争早日结束，互所有毁坏的家园会当得到重建，四散的亲人嘛会当团圆。主的平安甲和平临到乌克兰每一个角落。疫情影响到全世界到今已经超过2冬。感谢主，互台湾对过年到今无因为人的签刷，造成另外一波的感染，反倒是愈来愈受控制。嘛，互社区的限制来放松，教会组织嘛愈来愈正常。求主继续保守甲看顾，互这个世界会当早日恢复你所创造迄个水的源头，开阮的智慧，互阮知影未来安怎来谦卑管理你所创造的万物。我嘛少年无法度甲咱3个礼拜的兄姐细微的求主搁一届来显现你的疼，有病痛的求主医治，信心软弱的求主坚固。兄弟姊妹每一日拢有主的带领甲引带。我嘛要将明仔载开始1礼拜的生活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身看顾。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喺主的面前，愿主你接纳。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即马请咱来交读启应文第45篇，也就是以赛亚40章。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伊举目看天，是上主。伊调一万军，算因的少爷。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恁是安怎埋怨讲？恁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夜，嘛袂sen。夜sen的人，伊互因有怨气。少年人就会野sen，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伊会亲像鹰鸟起势飞悬。即马请咱来吟诗，来学老上帝。信诗150首，我来亲近耶稣，请大家坐立来吟全首。Amen.
请咱三角来讲述上帝的话，记载伫歌罗西第3章23到25节。恁无论做啥物，着尽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做。着知主会甲恁报赏，互恁对伊得着产业。恁伫服侍的是主基督，做歹的人会受歹的报应，因为上帝袂偏待人。即马咱要邀请小诗班来赞美，因要所用的诗歌是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请小诗班。上帝疼
这时咱要邀请本堂的黄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平衡的生活甲服侍。咱请黄牧师。兄弟姊妹平安。咱在座兄弟姊妹以及伫咱视讯头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呢，这段时间上帝保守咱台湾，安尼咱的疫情有受到好的控制。所以这个防疫中心嘛会当安尼放松，对咱遮活动的一个管制。牧师讲到毋免去带迄个喙蓝啦吼。当然咱的组织伫教会内面的组织嘛无受这人数这限制安尼吼，所以尽量鼓励咱兄弟姊妹，因为疫情无法度来到遮。疫情过去了后，咱就倒来到会场，因为咱是上帝会场，当咱三到组织的时阵，圣神嘛会当伫咱中间多来祝福，伊会临在伫咱群体组织的时阵。伫过去有几遍的讲道是讲到马代玛利亚，那第一遍咱讲到马代伊的服侍，第二遍咱讲玛利亚伊坐伫主耶稣基督的骹前。即若亲像两种的一个场面，两种的工作，两种的表现。所以咱也常常就咱的生活做一个两方面的一个分开。但是今日咱要接续即个讲题互咱要怎样伫咱马代生活，玛利亚伊的表现，要怎样伫厨房，要怎样伫客厅做一个结合。互咱有一个真平衡的一个生活，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我阁主持，这个时阵，阮放下伫世界逐种样的操烦工作，阮全部来到你的面前，坐你的圣殿，甲兄弟姊妹相同敬拜。主啊，阮的心专心来仰你，主会当有你的同在，会当来亲近你，这是何等大一个恩典！所以，阮伫你面前欢喜快乐。我也知主耶稣基督欢喜，阮安尼来敬拜，安尼我的心无阁有细像的颠簸。我的心伫你面前专心来仰你，主啊，专心仰你，专心来敬拜，专心来敬拜，这嘛是一个服侍，这是你所欢喜的。安尼，我伫你面前，无论阮唱诗歌、学乐，主无论是阮听讲道。来明白你的话语，无论是阮会当来奉献，做每一个听事，拢是引带阮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敬拜。安尼，阮的心会当得到平静安稳，定心得到快乐。阮的上帝伫阮的敬拜，会当得到欢喜，因为这是献上盼望的祭。主，你听阮的祈祷，开启阮的心，透过你的话，安尼阮会当明白受到激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为了要接续咱今日讲道呢，所以咱要回复伫即前两个讲道中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路加福音第10章记载，主耶稣基督甲伊的下生来到伯大尼这个庄头一个家庭。这个女主人叫做马代，佮伊的小妹玛利亚，当然也佮有伊的小弟纳瑟路。因接待主耶稣基督到家己的厝。伫过去呢，是中东这个所在的传统，接待人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代志。那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就咧介绍讲，要怎样去到中东遐，毋免费用，毋免开几钱，会当受到真好的接待，安尼。所以就去拍一个厝体的门，来敲。我是人客，来到恁即个所在，我想要带恁到。真正吼，这个主人就拍开伊的厝，邀请伊入去，互伊困伫客厅，按来伊接待伊，准备这个食物互伊食。然后2-3天了后，伊讲多谢你的招待，我要继续我的行程。安尼。所以我小可咧怀疑，真正敢是安尼？伫中东敢是真正会当安尼真热情来接待一个青婚的一个人客？我相信这是早前伫中东迄个所在，接待人客是一个神圣的代志，保护人客这是因的义务。
所以马大接待耶稣，这是神圣的一个工作，嘛是应该做的事。这显明马大伊的热情，比班真丰富，才会食食，嘛是对主耶稣基督来表现一种的真心的敬意。所以马大伫厨房工作，这是伊理所当然应该做的工作。只不过这个工作，互伊心烦意乱。台语讲，互伊心非常的压榨，甚至情绪安尼失去控制。所以伊就对厨房入到客厅遐对主耶稣基督提出两个诉求。这个诉求常常发生伫咱家己的生活中间。第一个诉求就是无公平。这个台语的圣经，那亲像讲，我单独一个人伫厨房无用所有的代志，我的小妹永远坐伫遐听你咧讲话，这无公平。第二个诉求就是讲，主啊，你敢无注意？你敢无关心？这是针对主耶稣基督。主啊，这种无公平的代志，安尼工作分配无公平，你敢无注意？敢无关心？真侪咱发生伫咱身上的工作嘛，真侪安尼发生伫我的代志，拄着遮大的困难，我嘛替你祈祷，嘛替你诉求，这个无公平、无公义的事，上帝啊，你敢无关心？有一个大区习之牧师，伊安尼讲，伊讲马大的工作是为着侍奉主耶稣基督，嘛是最应该做的事。但是虽然是为着主耶稣所做纯洁的工作的侍奉，嘛有可能拖累真侪咱的重担。咱敢无安尼？所以主耶稣对马大讲：马大啊，你为着这代志心烦意乱，心内压榨。有人讲这是你责备马大啦，讲做有代志毋对。但是我认为这是提醒，嘛是真温柔对马大一个邀请，讲马大，你着暂时将你认为应该做厨房的工作搭空地，休困一寡。你把握机会，我难得来到你的厝体，你就把握机会做上介好的选择，上介的福分就是甲我做伙。有人认为马大甲玛利亚因两种的表现是因为个性，马大较劳碌命，就安尼较无用，所以欢喜做厨房的工作。玛利亚伊的个性就较安静，所以伊欢喜坐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实际状况是安尼，伫咱的教会内面做这个代志，无人做都袂使。有时咱来讲我得较安静，较需要安静，这是我的个性，所以代志互你做就好，你就较劳碌能者多劳。所以你若听即句，你感觉足生气，因为这种的代志，嘛免讲，因为你有温书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做较济。我会当讲，我都无温书，我都无能力，我都无爱做，放下，无公平啊。所以呢，有真侪代志，这毋是一种个性的表现。主要所基督对因安尼讲，袂当减少，只有一项。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这个所在有一种关键的动词叫做选择，不是因为个性所以有无同款的表现，是因为选择所以伊有无同款的表现。马大选择伫厨房无用，甚至伊选择做伊应该做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伫遮玛利亚做一个无简单的选择，可能突破这个传统，还是突破过去。女性应该伫厨房工作的一种的传统，坐伫客厅，甲真侪查甫人三人做伙伫主的面前，所以这是一种的选择。这种选择有时真困难，有时需要真大的意志。然后玛利亚决定这代志有价值，所以伊优先的次序就是选择伫主的面前。马大第一厨房的工作。所以，伊无法度亲近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伊的责任、伊的工作。所以，工作互伊对主耶稣基督面前离开。但玛利亚第一主耶稣基督伊家己
所以伊知影什么时阵应该工作，什么时阵是应该亲近主，伫什个时刻是亲近主的时间。所以伊就将厨房的工作放下，伊也知影即种放下会去用责备或者这来念，但是嘛要把握机会，趁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该亲近。有真深的渴慕，要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更较亲近伊、听伊、看伊。所以主耶稣有肯定玛利亚讲啊，这是较好的选择。所以对主耶稣基督一个心慕，这个心慕将玛利亚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那是一个真大的困难。我相信会要将伊从厨房安尼扭开，要将伊对这个马大伊这个眼神责备的中间，互伊亲近耶稣基督。这是非常大的意志。去到遐也表示讲，伊暂时必须要放下厨房的这个空间，拨出工作的时间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是一种的选择。所以，互主耶稣基督做咱生活一个中心，安尼咱较袂亲像马大无用的时阵，心内压榨。咱会当互真侪代志。亲像真侪富拉钱伫咱身上，安尼伫遐洗、伫遐芳的时阵，可会当有真好的表现，运转可会当顺利。关键就是咱选择主耶稣基督做咱生活、咱的服侍的一个中心。有真个时阵，咱将咱的生活甲咱的服侍，甚至咱亲近上帝这样事，来分做两个世界。所以工作是工作。工作中间包含咱的生活，真无用，这是咱的世界。然后，咱来找出这个时间，对真无用的中间，找出真短的时间、真关键的时间，会当来亲近耶稣基督。但是呢，有真侪时阵，咱安尼无用到一个程度，无用啦，亲近主耶稣基督，歹势都无用，等我较有用咧安尼。所以有真侪时阵。咱伫世界有真大的责任，这个责任你感觉讲我后摆就较轻松咧？袂啦，袂较轻松，因为世界要求咱真多，世界互咱愈多，咱追求世界愈多时阵，世界就要求咱愈多。然后因为咱的工作经验，有可能你的职务会增加，你的责任会增加，当然你的工作会增加，都较无用，愈来愈无用。世界互你真大的报酬，互你感觉讲，如果你若安尼付出，安尼我互你真大的回报，互你提供较大的收入、较大的这个生活的品质。真侪时阵，咱为着追求这个物件，咱可能对主耶稣基督讲，主啊，等我较用咧。你期待讲有一天我退休，毋知偌好咧，安尼。有时我嘛真无用，有真侪代志无法度做。我就想讲，有一天我若较用的时阵，我可能继续服侍上帝，但是毋是做牧师的服侍，那是伫教会内面，我通专门做查经的工作、祈祷的工作，无若去到马街病院去做传教的工作，我都想要做，因为我过去久长一段时间都是伫病院内面做医疗传道的工作。小等咧，当我无用煞。有可能咱伫现在，你是家庭主妇，你嘛讲有一天等囡仔大汉的，即摆都真无用，可以家人做教会代志，亲近上帝。你可能是先生，有可能我着无用了后，安尼我会当无遐个交际应酬，我会当真侪在工作做教会代志。甚至有人伫早时的时阵，我为着无爱主动。我亲近上帝，我着工作放落去，莫有工作的责任，我去到修道院的中间，去遐专心灵修、祈祷、默想，安尼。所以呢，咱真习惯性将咱的生活有切做几个部分。如果若是两大部分，就是工作，就是责任，亲像马大共款无用；然后一部分就是亲像玛利亚共款，去到客厅。但是大部分咱是。互真侪工作，亲像马大共款，颠半无用。甚至伫咱实际生活中间，咱会将时间切做一部分周间的时间。周间就是世界的代志，就是无用的代志，家庭、工作责任，然后才是我的乐乐。安尼我有剩一天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所以
周间主日切落开。就咱像是周间6天，就是咱像是厨房，然后有报出一天，甚至早起时，咱就到圣殿中间敬拜，进入到客厅内面来亲近上帝。这就是咱常常伫工作中间的一个分别。无用就是无用，安静就是安静，这是咱的现实。大部分人事实拢选择无用，毋敢伤用，因为若伤用的时阵，咱就会失去我的价值。你若遐用，你遐无代志，我是做无用的哦。无说你若遐无用，嘿啊，做无用做者代志啊，都真侪工作，都真侪职务啊，无用。心内暗中咧想讲，我因为介重要，我受人真肯定，担任这个职务，所以无用来表示我家己的价值。我忙碌，所以我存在。毋敢无用，毋敢伤用，毋敢无用。但是姊妹，你就知影有真侪无用了后，有一种的征兆，就表现真像马大共款，心烦意乱杂。所以你要去回想看卖，看你咧无用了后，你心中有一种，也是情绪上，也是心理上有啥物种的征候，互你开始有一个杂的心态。比如讲，你的情绪低潮，做无爱做代志。有时我常常安尼，坐伫办公室拢无啥爱做代志，就做者代志爱做，就做无想要做，安尼。就这个 YouTube 拍开，我听音乐啦，看一个影片啦，就知影代志伫遐咧等你做，就做无想要叮当，无喜乐，真无爱互人打扰。若去互打扰，就做不耐烦的安尼。我说我人搁找哦，是啥物人搁来啊？我说我人要找你，这啥物人无用呢？到临时要来安尼。搁来代志搁来啊。然后沮丧心情安尼真郁卒甚至态度真冷漠，最好是莫有代志，感觉真孤单。感觉真孤单，真空虚的感觉。这个拢互你有感觉马大的症状，互你感觉讲做无用的，是安那代志拢做袂煞，做想要倒撇这个代志。若搁加一项，心烦意乱杂。姊妹，如果这个代志的时候，可能就是你需要行出你的厨房灶骹的一个时阵。伫我大学的时候有读一本册。看到一个人叫做劳伦斯，迄阵真追求咧追求拢是追求要安怎亲近上帝。所以我看这本册的时阵看到这个人的事迹，就感觉讲我若这种人非常特别，就记到这阵。当然开始进入到职场，是进入到工作的时阵，会感觉讲就真无用，这是理所当然。但是无用了，拢会回想到这个人。这是互咱一个真大一个学习要对伊事业中间来学习。当然，真侪人读过伊的册，看见伊所写的物件、所讲的话，得到真大一个帮助。这个人叫做赫曼，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的人伊受教育无真济18岁的时阵，这灵性拄到真大的复兴真疼上帝。你讲我生命有一个目标，我就是要活出基督，为基督来活。这个中间呢，伊就做一寡工作。因为教育无济，所以做一寡杂工安尼。到37岁的时阵，伊就去到一个修道院，伫修道院人称伊做劳伦斯修士安尼。所以进入到修道院当然伊嘛会当期待讲，我亲像修士共款，我会当安尼专心祈祷、读圣经，我会当默想安尼。去到遐时阵，我就当专心亲近上帝，这我所期待。想袂到，伊去到修道院中间，人毋是互伊做修道士，毋互伊做修士，请伊伫修道院做工。伫对做工呢，厨房。所以伊伫咧做想我在遮要亲近上帝，若叫我去厨房呢？
我就希望专心放下我的工作，然后伫专心亲近上帝，咱变做来到遮继续咧做工作，其实佫较无用，伊的工作就是伫厨房煮饭、清扫、洗碗安尼，毋是照伊所期待。前几年呢，伊伫厨房这工作嘛，所以感觉心压杂，安尼真痛苦，甲伊的志向意愿完全无共款。来到遮，比世界佫较无用。几年了后，上帝来光照，互伊知影讲，你有遮个表现，拢受到你家己的痛苦，受到家己的期待，然后受到你要完成的事，拢是要完成你家己所期待的事。甚至你的期待的事就是要亲近上帝，但是呢，无照你的期待完成的时阵，你会感觉讲那遐痛苦。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你家己自我真强，所以伊就开始思考一项。上帝安排我伫遮，我要跳出我家己的自我，无想过我家己也上帝最中心，也上帝做一切。安尼我所做一切，拢要为着伊来做。虽然是厨房，厨房的工作，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做。安尼伊知影家己安尼无啥物种大的能力，伊也无受真好的教育，伊也无啥物特别的温书，无啥物能力。但是讲上帝我有一个心。这个心就是无人会主动的，我会当无保留奉献给上帝你。我要专心做一项事，伫我所做一切中间表现对上帝你的疼。无论伫什么所在做什么种代志，所以上帝帮助我。虽然我做厨房的工作，无都亲像我所想的，也是写修书共款，会当来亲近你，无想祈祷。但是我恳求你，互我伫去厨房，嘛会当有亲近你的事。兄弟姊妹，恳求你教我三甲同在伫厨房的中间。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祈祷的时阵，拢是讲为着主耶稣基督拍拼、陪命、成就伊的工作，完成大使命然后做真好的工。可能咱伫即个祈祷中间欠伊，亲像劳伦斯的一个祈祷，上帝教我三甲同在，伫遐敬拜你。劳伦斯用这种想法，后来这厨房工作愈来愈多，因为伊的心灵都愈仰望主，安尼愈仰望主，主就甲伊三甲同在，有迄个喜乐甲平安。所以呢，伊安尼洗碗、洗盘做厨房的工作，一方面就学乐上帝。伊若出外办代的时阵呢，就哪行哪祈祷，每一个时刻拢甲上帝有保持一个真好的对话，每一个时刻拢甲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真深的连结。伊安尼写讲，厨房变做伊的天堂，厨房变做伊的圣所。咱无都想象马大会当将厨房变做客厅。要怎样？一方面真无用，一方面会当来亲近上帝。后来，这个劳伦斯伊所讲的话，一寡对话，而且所写的批，互人编辑做一个与神同在，甲上帝三甲同在，也是劳伦斯的属灵的话语。这个册安尼写这本无真大，但是呢，鼓励真侪人，因为这是正人所拄着侪共款的代志，无用操烦压杂。但是劳伦斯来当伫厨房工作，碗盘、煮饭、洗菜过程中间，体会上帝同在迄种喜乐甲平安，安尼咱嘛共款。伊代表咱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伊咱做会到，伊咱享受上帝的同在，咱嘛会使。所以伊的册就诚做真侪人的帮衬。伊安写厨房内面有搅菜的声，有这碗盘轻轻锵锵的声。我伫厨房咧工作，嘛是要服侍人、正人的需要。但是对我来讲，伫厨房工作，甲我亲近主耶稣基督拢共款。因为伫真无用，伫吵闹的厨房内面，上帝就临在伫即个所在。这个厨房的工作，吵闹的声，无阻挡我，永远会当真安静，亲像
我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若像玛利亚来到客厅同款。任何所在，任何的时阵，咱的心会当时时刻刻谦卑、甲疼的态度来到上帝讲话，享受上帝的同在。所以伊有安尼讲，正性毋是改变咱的工作，这若像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正性毋是爱咱停止咱的工作。你工作包含你的职场，包含你的社会责任，包含你伫厝内底老爸老母的责任。正性无一定爱改变你的工作，乃是改变一种态度，为了上帝工作的一个态度，为了上帝去做日常一切的生活。安尼，厨房、碗池、煮饭，嘛会当成做一种的敬拜。厨房成做敬拜的圣所。我来看这句段的话的时阵，我来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主耶稣基督嘛是非常的无用，但是你袂看见讲主耶稣基督有当无用到无度食饭，无度休困，但是你袂听见伊有埋怨的声。你嘛袂感觉伊安尼心烦意乱，无像我头先所讲的，迄种心烦意乱、恶杂的表现征兆。无论去到什么所在，拄着需要的人，伊伫因安慰因、看顾因，无论伊偌无用，无论伊拄着偌大的对立，人对伊偌大的试探，伊心服侍。人伫身上，无论什么时刻，会当得到伊的服侍。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这是主耶稣基督讲，伊讲我看到天父所做的人子遮多，伫伊所做一切代志的中间，咱会当安尼来理解，伊伫无用伊的路程，所行的路程，服侍的时阵，伊嘛是甲上帝有一种的亲密的关系。安尼伊当听见上帝的声，伊当明白上帝的旨意，安尼伊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保持一种敬拜的心，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虽然无用。所以咱拄拄倒变，有时咱无用做真济计划，咱有真济这梦想，然后咱邀请上帝来讲，上帝完成我这个梦想，我这个计划，这是为着你的，其实无一定是。有一个姊妹，不管伊的行程偌尔无用，然后伫伊安尼奔波的中间，然后一个点点的时间，甚至呢，这个时间无需要伊付出真多这心思，还是这工作的时阵，伊就拍开圣经，甲上帝有一个亲近的时间。这嘛，互我一种的提醒甲鼓励。有时阵我若去开会，去台北开会，甚至去坐较远的车，去某一个所在，有时无顺利讲要去开会咱还无用。有时咱的会友知影无事要去开，无事，我安尼定定奔波，安尼走来走去还无用。我就心内安尼歹势，我无啦，就开会1点钟，坐车1点钟。开会时是1点钟，但1点钟坐车的时阵，你咧创啥物？过去拢嘛安尼坐咧，手机拍咧，安尼看新闻一条过一条，无就安尼耳讲耳机听咧，安尼听。迄段时间，敢要咱亲像这位姊妹共款，伫伊车的行程内面，1点钟的时间、2点钟的时间，这是咱会当亲近上帝的时间。虽然伫人看，这是你咧奔波的时间，但是你知影，迄个时间就是你的工作。工作包含你的路程，但是伫路程的时阵，就是你敬拜的时间。咱会当真无用的时阵，伫马大的世界内面，会当拥有马大的心。伫马大无用厨房的工作的时阵，咱会当伫迄个时阵享受伫主的面前，那亲像客厅的时间。当然，圣经内面讲到，咱是受拣选、受造是要来敬拜上帝。咱理解敬拜上帝就是来亲近上帝安尼坐伫伊面前。但是圣经内面嘛是对咱有一个呼召，
好调讲，咱得温存做工，咱得服侍上帝，甲服侍人，服侍时咱得付出啦。圣经内面讲到，咱是基督内面做成新的人，为着要互咱行一切好。哇，这一切好，可能包含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社会责任。哇，这是一个责任的呼召，工作的呼召。这个呼召，互咱亲像马大遐尼无用。哇，所以这个呼召是方面呼召咱敬拜，一方面呼召咱付出服侍。有时做牧师嘛，安尼真无用啊，灵性十分孤单。最近呢，几遍拢是半暝暗时10点外去到会友的家庭。牧师啊，希望你咱紧来，我有一寡真大的需要，我知影啥物代志。有时阵迄个时阵都咧无用，甚至有时这是拜六的暗时，我有一遍拜六的时阵咧写讲章，嘛是12点外电话来放咧，无用到4、5点安尼，讲章也未写了。上帝啊，安尼要怎样？我若照我有定的时间，我得好好写。上届无嘛，啥1、2点就写好啊。但是到4点我无用了时，继续写讲章，过来要几点毋知影。我想做牧师，伫咱中间几老位，通常伫无用的中间，互咱感觉讲安尼，内底有得到好效果，毋知要怎样。这个当我出去的时阵，心中对主有一个祈祷：上帝啊，即马11点半，恳求你教我3个人做伙。我出去的时阵，代表你出去。这个所在有真大的需要，不需要去满足需要。但是上帝啊，这是我的工作，你所呼召我的事工，但是你爱甲我做伙去。我若去的时阵，我会当带祝福去到迄个家庭的中间。伫遐安尼完成1、2点钟了后，转来，你会感受这个家庭，因为你的去，因的心真正大平安。无需多谢你来，若无你来，我毋知要怎样。你就知影讲。咱会当满足这个需要，咱伫遐会当带来祝福，因为咱是牧师上帝的奴仆，安尼是因对应跟着上帝。所以伫这个所在，有这种祈祷，有这种感谢，有这种服侍，拢是同款的。但是伫咱内心，毋是种埋怨，乃是伫敬拜、服侍的内面，对主有一种的亲近。姊妹，咱主耶稣基督，伊的心毋捌有埋怨，毋捌有责备，拢是付出，因为伊甲上帝有时时刻刻的亲近。这也是同款，当咱伫服侍咱，亲像外在真无用的时，伫咱内心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心，有一个服侍的心，有一个甲上帝亲近的心。为了这个服侍，咱会当得到喜乐，真大一个平安。所以虽然亚神倒来到厝讲。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进入这个家庭内面，带来你的祝福，安尼心中喜乐。兄弟姊妹，这是咱会当所做，咱无得脱离世上这做这责任工作，但是咱的心思会当归咱的主。伫咱工作时，咱会当一个祈祷讲：上帝啊，我要现在做这样代志，你会帮助我。我相信劳伦斯当伊伫遐咧路涂骹的时阵，伊可能心内有一种祈祷讲：上帝啊，我即摆咧路涂骹，清起这涂骹，上帝恳求你清起我的心路涂骹竟然会当敬拜，上帝啊，我即摆咧煮饭互众人食，当我咧煮饭的时阵，恳求你加做我的粮食，因为你就是生命的粮。安尼我无枵过，无欠缺，我感谢你。我会当体会，当我咧煮这饭，互人食的时阵，人的心灵嘛需要这食物。上帝，你供应我天顶的美粮。你咧做时嘛当祈祷啊。咱若是咧练歌的时阵，咱嘛当祈祷。现在我咧练歌，谈到我伫7楼，我是按提早转来，提早落来祝祷嘛是请郑永国老师祝祷。伫咱练歌的时阵，感觉讲哇，安尼走错安尼无用，你嘛当有一个心的祈祷讲：上帝啊，我现在唱歌学了你，我将来伫天里嘛要永远唱歌学了你。这是种祈祷啊！伫你所做一切代志的时阵，你会当将这变做是种的敬拜。伫你外在真无用，伫厨房的时阵，你嘛会当互伊变做客厅，享受上帝的同在。安尼，你伫你的服侍甲你的敬拜有一种平衡。毋是切开两项，
毋是即个时做这，即个时做迄，无就做一个选择。所以咱操练甲上帝同在，互工作无诚做咱负担，颠倒诚做喜乐。罗马书12章迄个所在讲，上帝拣选咱，听咱，咱将家己献做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然后几个回忆，这是理所当然的服侍。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是理所当然的敬拜。如果咱若像结合的时阵，咱将家己献做活祭来服侍上帝，这就是咱的敬拜。服侍甲敬拜是当当时发生。伫马在真无用的世界内面，也会当享受玛利亚安静甲上帝同在的心，甲上帝亲密，无需要去到修道院。无需要去到真旷野偏远的所在，甚至也无需要伫亲近上帝的时阵，放下咱手头的工作。上界福分，毋是伫空间，毋是伫工作放下，乃是伫咱心内。伫咱的心内有一个空位，互主耶稣基督入来。所以变成咱家己服侍。甲咱的崇拜，可能有时阵咱需要放下咱的工作，真正是安尼。去到某一个空间，只要即个真好休困。然后可能你必须要拨出时间，然后有时间和空间，互咱主耶稣基督。当然有啲当时非常无用。透早起床的时阵，连要拨出10分钟、15分钟，互上帝安尼练习，咱就无啥可能。起来就囡仔、先生早餐都无用安尼。除了因拢去工作，然后讲我嘛爱去上班。但是伫遮做这工作时，你嘛到心中对主耶稣基督有一种的祈祷，上帝做着这个事，我当服侍我的囝儿，上帝这个时阵帮助我。我会当甲你亲近，喜乐的心。这个关键就是咱对上帝听，亲像劳伦斯共款，因为有一个对上帝无保留奉献的心，而且愿意亲近你。安尼，厨房会当诚做客厅，咱的工作会当诚做圣所，咱工作服侍的时阵，诚做咱的敬拜。每一个时刻，教主一个生命连结。安尼，咱会当伫马代的世界有玛利亚的心，咱会当伫咱厨房工作，来到客厅，甲主耶稣相亲亲近，互咱每一个时阵、每一个工作，拢会当诚做咱的圣所。咱三甲来祈祷。主，我要献上我的感恩，因为我知阮所信的是啥物人。也知你时刻甲阮相同做伙，你也真期待进入阮的心。现在你就是住伫阮的内面，阮的心常常愿你，甚至阮伫阮工作的时阵，阮的心思意念嘛有一个敬拜心。甚至阮真无用的时阵，阮的心思、阮的身躯安尼非常操劳，但是阮相信主，你嘛知。你要伫正确时间，甚至超越这个时间空间，互阮的心诚做圣所，对你敬拜。主帮助阮伫无用的世界中间，亲像马代，我会当有玛利亚的心，甲你相同亲近，享受你同在的喜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马咱要来吟回应的诗，信诗157首。我羡慕救主耶稣，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参加来做奉献的祈祷。主，我感谢你，感谢你伫每一个时刻保护咱，甲咱伫地。伫你有永远活命甲平安，我要用一世人来跟对你，来合适听怜悯、公义甲和平。永远专心专念甲在乎，拢免奉献予你，诚做传福音的器皿。愿主耶稣祝福公园教会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免。请坐。牧师先来报告介绍咱几位人客。今仔日伫咱中间有人客特别来介绍，一个就是陈宇佳博士。陈宇佳呢是我东海大学学长，给我2届，所以做照顾学弟，所以伫过去团课嘛是安尼真热心，安尼。那伊目前是伫迄个教牧心理研究所做院长，安尼。咱张立新牧师嘛伫遐读册，听讲张立新牧师原来是陈宇佳老师班导师对，伊早拢讲起啦安尼。对咱迄个张义熙牧师嘛是迄个教牧心理研究所的博士毕业，安尼。不过他院长是戴牧师啦对，即马是咱陈宇佳博士的接任安尼。因为学校即马目前是伫迄个长隆大学内面有足侪咱的信徒，特别真侪牧师去到遐进修，受人真好，栽培伫教会真好，曙光安尼。第二位就是邓明贤，也是博士邓明贤。伊即摆是迄个教牧心理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安尼。所以嘛是伫教会服侍，伊嘛是亲自团队所以伊太太嘛是咱新人医毕业，拢做上帝真好的工今仔日伫咱烟波饭店遐有一个1000人的会议，烟波1000人都毋知要来组织安尼。不过就讲伊责任真安尼服侍真好，所以当服侍侪人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来遮甲咱做礼拜。昨伊来特别我邀请伊来伫牧师办公室讲话讲到12点，但是因为足久无见面所以安尼讲了非常欢喜安尼非常欢迎，代表教会来欢迎因。还有一项就是迄个。伫咱就无第4项中间，就是讲，因为最近伫咱教会有一寡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咱着要小可较关注咱的即个门禁所以而且就是讲，咱拢有即个聚会时间定期的这拢无问题。即摆就是讲暗时10点半以前最好是。就当安尼离开啦但是我欢喜自始我咧讲话到11点12点无闲到无出去顺的时阵，门拢无关啦即个中间毋知当时安尼会人走入来毋知影所以10点半来当安尼离场是上介好。安尼讲牧师阮去敲门一丝咧讲了伤欢喜，但阮几点会走我知影讲几点爱去小可顺一下关门。第二就是团体若是讲咱有即个团购。咱教会人拢无问题所以就出入拢家己的人但是你的团购若是讲足侪拢安尼教会以外的人你搁组织讲你团购的物件，你客物件拢来教会客较方便去要来客物件人拢无熟悉然后呢，咱有门禁嘛常常就安尼市电话我即摆礼拜你啥物人我都毋知我讲的咱也毋知啥物人要互礼拜还是无爱互礼拜足歹势安尼然后干事嘛一寡较困扰，常常咧办公到一半就爱去试电话就爱常常安尼试所以即种就是一寡门禁的即个管制安尼啦所以若是讲毋是咱教会一个团购的团体咱就较尽量较莫伫教会。如果你若是临时要来教会要做一寡遮代志嘛是非常欢迎但是爱事先讲一下安尼来讲我差不多几点要走若无时阵，但是几点走的时阵，是咧去到倒位拢毋知影所以即个中间就常常干事去追查
这个摄影机爱常常看，讲啊，即摆现场啥物人伫啊，啥物人伫啊，啊若看不熟悉，啊，就感觉安尼较奇怪，安尼吼。啊，这是咱共同来遵守的一项。好，咱请艾琳来报告。我即摆要来报告，请咱来看咱的周报。本会消息，第一项，咱小会伫3月11日来决议讲，后礼拜主日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共款来维持华语甲台语的2长的礼拜。第二项，咱即马教会的幸福小组有雅歌、好所在甲学青。那请兄弟姊妹会当为着咱幸福小组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第三，近期的圣礼典要伫5月初1来举行，请有要受圣灵洗礼也是更新礼的兄弟，会当干事来报名。第5项，创世纪的查经班，伫即礼拜拜2。暗时7点半，伫1楼举行，主理是徐小阳长老。第6项，咱需要2021年个人奉献的证明，请伫1楼的招待桌来登记。即马请咱来吟祝福车庆的诗。信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谈，圣神的相通，甲咱三甲同在，直到永远无煞。阿门。